屏東長港掠烏甕鱸的季節到啊，不過認定今年頭一尾烏甕鱸的條件是變較嚴格，唔那當量有限制，閣愛對下溝啊到九州船頂專程錄影。初一就有2隻船仔的烏甕鱸去互判失格，不過今仔日是閣有1隻船仔入港啊，一切攏有下規定，認定因掠到的就是今年的頭一尾烏甕鱸，後日再去八店拍賣。屏東東港漁會總幹事豆豆掀開烏布，甲頭2日去看棚啊，確認這尾烏甕鱸是毋是符合今年175公斤重的新規定。一確定重量無問題，眾人隨大聲恭喜船長。漁會表示，今年規定變嚴格，漁民除了愛對初一起掠到烏甕鱸才有準算，魚翅北來啊提釣了後愛有175公斤重。對活魚起到游來到船頂嘛愛專程錄影。進前初一有2隻船仔因為無錄影，無佇時間內互判失格。初5漁業電台接到這隻琉球級漁船通報掠到烏甕鱸，初6下晡經過漁會鑑定合格，是今年的東港第一尾烏甕鱸。這個錄影也確實是活魚起鈎，那另外就是船長也有符合去鰓、去內臟。那經由剛剛漁會這邊鑑定，它的重量是達175公斤以上，所以我們在這裡正式宣布，傅余慶2號洪福家團長，他是搏到第一尾的資格。因為規定改變，佫變嚴格，就發現到的魚是烏甕鱸，船長趕緊愛人錄影。今年67歲，土海53噸，船長洪福家頭一擺摕到東港第一尾烏甕鱸的光榮。洪福家講，伊是5工前出海，這回會掠到烏甕鱸，真正是無意中撞到的。有半點鐘啦，有啦。你敢有是講你踏第2尾第一尾？無會想啦。只掠魚啊，你來啦，曉啦！我想要掠魚啊，結果你啊啦，結果這邊來吃啦。東港漁會表示，這是歷屆掠到第一尾烏甕鱸上資深的船長，而且這回佇咧西南海域掠到魚嘛較少塊，是26年來第5屆。因安裝設備早起要公開拍賣，相信到時佫會當為東港的烏甕鱸佫創造一波熱潮。記者郭斌在柯家族區朝陽屏東採訪報道。